么不走了？老人家，我们到荒岛子哪里有家？我就是在这破庙之中。哦，那你也不能慢腾腾的等你母亲在这卖身契上挖了牙，我们就走吧。老人家，今这是不由中气，让我们好好的吃顿团圆吧。好，你在这里。茶馆夜来放笑容，江州登平观两天。弟弟预备我已昏迷不醒了。娘，不要悲伤，这里有你。为娘有几个月没见过，这把米了。娘，你这道米我来烧火，今日是8月中秋，让我们饱饱的吃顿白米吧。好。妈，儿啦，上一道富在深山有远亲，穷在街头富人文，谁有这么好心陈儿把米？娘，你不是说弟弟有病于我吗？还是吃饱了再说吧。啊，知恩不报非君子，还是食了再吃吧。这米究竟从哪里来的？莫非这把米来路不明？不，那你为什么不说？偷来的？不，这米色吧来得肮脏，我今日我死也不吃。你与我松绑神家。为娘平时这样教诲于你，想我安家世代清白，想不到你神穷志短。娘，还没有做娃子，还没有做娃子。那你说这把米究竟从何而来？儿在长街卖了山，卖与那杭州商人来黄城，14买了12人，只得把米是他他是卖自身，卖进我家之人，报上离官成了。为娘冤枉你了，请大嫂收银话呀！不，我真的买了亲生骨肉，我不买。这叫我事后向自人交代。不，莫非那你银子，莫非让你把米？小儿说话不作数，我不挖呀。大嫂这一不肯，我只得是日禀报主人了。老人家，
来，我死在这异乡可怜了。我今愿我死也不满，儿郎了，世上万物多可悲，有些难免。来生前可与弟弟自结的，女儿生呀来生前儿老归家可亲疼，少儿为救一家你不可怜可怜一平给我的弟弟吗？难道你不为皇帝出事的弟弟奶奶想想吗？娘，你就撒掉孩儿吧。
让弟弟知道，害他雪中加霜，孩儿放心不下。娘，你啥子私立孩儿，就快快孩儿的衣裳，自家生下弟弟妹妹，你就将孩儿的衣裳叫他们穿吧。儿在哪里？宝儿在哪里？他怎么样？他为了请你治病，没接囊在自保伤人，累半人，没得把米的分你食了。你过来。你好狠的心啊，望夫上孝父与子，应真狠心没情人家没娶的子孙不当人，何人这么一两苦我问你，云红一抹结下你，以为后这都一点不顾，如今论我生死就不用儿你们生意，你夸与我这位亲生一家人，生生世世不离分。是为切错了，我去。不，还是得为夫去行嘞。不，你并体虚着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再为宝儿。是母亲，母亲。别那不跟操，那不
不早一声忘了君，相见相生王朝平。侬只要大王财产得到手，我在赌债还不清。想不到大王说离婚你，不君实要要离婚。这是生活男孩子，我王家一文家产有他继承。今朝是大王离家去烧香，自己烧不他命归心。孩子，我可以明度小怪王不肯走应，这次不行，等下次吧。啥？我是本子盯着侬你不傻，看出人头嫁出人，嫁着侬个芙蓉杯，害得我是千年娃娃难翻身。都怪侬是到领队单时吃，错过良机没知情，等也养出你之来，老谁的财产都要归别人，一人家老有下满肚子，才想你三心五子往回程，一年养了三千斤啊！一阵阵大王的财产入我分。好了，所以千万不能让大王把你子养出来，想想办法。对，想想办法。来打针！今朝大王要到北王去烧香，要经过前面这个木桥，把桥板拆掉，让他扑通一声掉进河里。这个办法可好？嘿，我好办法嘞！你把桥板拆掉，因为长到眼睛朝河里跳啊，那怎么办？桥板不能拆，只能就以不至于扑通掉河里。好，这个办法好。嘿，侬去搅拌，我去忙活。是乖，侬去搅拌，我来忙活。好，反正啊，我哩是公鸡不叫，母鸡叫。就以侬个，夫人最好。那边又是来了，好像是大王。不错。老爷天上有多病，派我找把鬼子生，过门3年未有应，小说他要把家产气到心。红烧金鸡
将临盆，哎呀，风沙怎不能让下面花师傅进说成啊，你莫查起才宽心，莫在外云十月前，我已托老你去妹子，竟能给独孤难怪家变真。风沙的路往前迎，三世回归我儿在，红儿可负子担心，片刻街上进了人决心。窗花雨不上江，得爱他嫂你听一听，桥上哪有两个人？上身谁呀上身谁？父亲，我们最棒我是强呀，他是真，对何大少你先赢？还是你先走吧。不，还是你先走吧。多谢了。两家水通双夜婚，大嫂却下西里城。不媳妇人财富，心不忘好心生。大嫂华云降临财，引我孤身出门啊迎。江儿没了12年，再为宝儿过此程。这生小儿望美不美？一天没事，我魂出心。大嫂，我老爷在官家在趁水夫，我夫财落水好事不杀心，杀将小儿没我家。风沙他才也不成，你莫见怪旁两间。请问此次何方的？杭州城为王家产，可与公子报上人来半城，他
那一层？李北城他本是山西太原人，在我家卖果子包一同生。夫人，我们走吧。奉天宝儿远离去。天地尊，乐断问啊！啥时间发堂人人是大家。做梦里面站起身，我的逃生把妻儿在心。身体虚弱不稳，远远一路往匆忙，倒不是今来谢谢在同生。谢谢天看我是人，还是成长归路
打你么？娇儿可生来的心，随风潇洒。啊。
儿子了。此案把田库镇当少官进，已经当上官人了，真是好了。谁道我把门轻轻操满城，把香也靠三千斤，喜的是小儿来了大施主，辛苦状元等我们，陈状元解放父母长生为，到上清解放令，李娃忙碌迎归财，指望高官相互烦。状元公来了，爹去向左迎接状元公。是哦，你身体不伤，还是进来歇歇去吧。不妨事的。状元公到，差爷。迎你几岁年龄，状元公姑父是小安生归，法典已经当少官进，请状元公施官。遇老了，请。夫人。高山如前，到小离家十字百人看苦命云间，八分苦恼十当在，辛苦高中。在知晓，爹娘遭那归军前，儿老切尽人间苦，儿风。
为人相本典，必报反哺，但不孝，必得于公奉上，诞生若为是他年，当相聚见儿爹娘，欢喜归来谁相迎。请贵人用茶。是哦，快端茶。哎呀，是了丈娘个金毛，还不快去赶紧跑来，太冒失，太冒失。也是谁得得配。丈娘公快后，这是这师太身体不伤，故而引动之脉，请丈娘公接了。既是身体不适，谁该轻易诊治？出家人辛苦，小毛小病哪里在意？既如此，须为您这娘私下与他好好一评。此病你先待他谢恩了。不必如此，请丈娘公少夫人来设用膳。此外，丈娘公听说你身体不伤，非但不挂在于你，还赏了银子与你治病。喏，10两银子，10两银子，10两银子。
员。多谢张员公，不必是此。一粒一粒望山间，为何可是我娘亲？娘亲她当真祸害，遭上瘾，怎能气死于万人？喜乐上演在边城，是他是我冒门，请问名红姓，第一把名是我，是我。请问是他，你是延年撤下，还是中年进安？乃是中年进安。中年进安，事实说来是他的外遇家了。家中已无人，此案命苦，几番遭难，幸亏菩萨保佑，才生我佛门。实不相瞒，方才他接到张员公上任，感觉他心酸为意，故而在此伤心落泪。可怜他为了10两银子，卖了骨肉亲生。母亲，你我小子到儿归城，你是宝儿，是在做梦吗？不是的，不是梦，乃是真天保佑，母亲真亲热，国中同乡亲，国中同乡亲。母亲，娘，母亲，娘，娘，好了，你等一等，你等一等。娘，这是儿当年们生你，我的妈生名字的，哎呀，这2年家断官肉同连心，10年紧紧才娘问，好意思结咱明天扎心，南方说路不头的，甚至爱我也草根，我不管同意没，多少用疑问，心儿行了10年整，12年就12年，今日吃奶母子为儿郎，夸得为娘太为人娘，是我问起说差之身，从今后平平
苦苦永在一起过离分。双岁结果十2年，百官交尽泪滴滚。10年前儿在破庙交接你，10年后鸳鸯弯道儿担心，10年宁静的切切死儿泪，10年宁心事卷卷自梦醒。宝儿，娘啊娘，你放宽心，自今儿怎么样？苦尽甘来里要龙门桃园前的总头。